还没有红啊，对啊，就靠大家来帮我建立形象。好啦，刚刚讲到这个，然后最近拍戏，然后很好玩，就是很久没演戏了，这是导演来找我，对手戏还蛮哇那个演员找的蛮强的，有吴宗天啊，还有隋棠，没得奖啊。这个拍好不好？我的意思说，加油加油，有一天你办得到的。不过他真的人蛮好的，我觉得不太行，这比我想象中的人还要客气。然后居然他的经纪人也答应了，他跟我一起合作写歌哎，所以还不知道啦，这个事情成不成？对，我希望可以成这样子。然后就要跟他一起演偶像剧，他大概这么高吧。然后我跟他演的时候，我要电木箱，然后我可以跟他演电木箱。金香木香，演戏真的蛮好玩的。然后最近要演的一个是机车行的老板。我想说我才刚刚要把自己的那个，因为我自己都唱比较摇滚，然后尤其在杜腾时期的时候，然后转到民谣还好一点。那现在走气质路线，然后叫我去演机车行老板。然后要试戏嘛，所以导演需要我去真的去机车行里面学机车行老板在修什么。人修完之后，我的指甲都黑黑的，我说我是森林系王子哎，那是黑黑的。然后后来发现有很特殊的清洁剂，就那个洗机油的，哇塞，洗了什么东西都会变白，真的太神奇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把皮肤弄坏掉。我就每天在洗呢。有人在这边有学修车的吗？然后因为现在汽车越来越贵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加了很多电子仪器，然后很多老师傅就不会修了，对，他们可能会失业呢，不晓得，我替他们很担心呢。我干嘛担心那么多？然后加了电子仪器是因为要让整个汽油的消耗比较低，而且消耗比较完全，所以会比较环保。买贵也没有关系，我觉得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嘛。没有的话，没有钱买就是坐公车啊，坐捷运也好，对不对？没有很环保。那像我这套衣服我已经穿了多久了？刚刚发射的是屁股，不要担心。还有，这是弹吉他需要的专业的，变魔术，好，唱一首很好玩的一首歌，这样重新改编的，来自蔡依林的《我娘》。生命系气质版。想象一下，森林中有一个小男孩跳舞呢，既淳朴又飞旋。我紧紧勾勒了汗水，冰凉的经典，一层一层把我紧紧包围。我要时间往水，你的心事倒映在我的眉间，我只能把那个世界让我都摧毁。旋转飘越我闭着眼，你想看不见，你曾说的美。白天夏夜，我不疲倦，我无论的水，无论洗的黑暗夜。这叫什么？
摧毁。现在表演我的尊严，只想看不见你沉睡的眉眼。白天夏夜我不明显，我无论跟谁。时光多少被我在现在表演，我的尊严，只想看不见你沉睡的眉眼。白天夏夜我不明显，我无论跟谁。无聊的戏被没人看见。